Hey everyone, my name is Noah, and I'm so glad that you are here. Welcome to Creative Access Ministries. I will be your Bible teacher for this video. This is a Bible study platform that allows people in creative access countries an opportunity to find the biblical resources they need to grow in their walk with the Lord. We hope that this study is a blessing to you. We hope that you enjoy. 大家好，歡迎嚟到 Creative Access Ministries。喺今次嘅聖經研習入邊咧，我哋會講下永生有幾重要。呢條片可能係你可以睇到最重要嘅其中一條，因為你點樣回應會決定你死咗之後永恆會去邊。唔係話我哋係權威，而係神嘅話語先至係權威。我哋想同你分享聖經點講永生，而家喺呢個過程入邊。你會明白到，根據聖經，你有一個靈魂會永遠嘅某個地方存在落去。聖經嘅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23節嚟講，願賜平安嘅神親自使你哋完全成聖，又願你哋嘅靈魂、身子都得蒙保守，喺我雇主耶穌基督降臨嘅時候無可指責。嗰個穩就係你入邊會永遠存在落去嘅部分。你嘅身體就係你喺地球上要用住佢嘅，事實就係你將來永恆會喺邊度過，係取決於你對你靈魂作出咩決定。你一定會喺某個地方永遠存在落去。聖經喺約翰一書第5章12節嚟講，人有冇神嘅兒子就有生命，冇神嘅兒子就冇生命。耶穌話佢係唯一可以去到父神嗰度嘅路。耶穌嘅約翰福音14章6節嚟講，耶穌對嚟講，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啲人可以去到父神嗰度，除非經過我咁所以呢，事實就係耶穌基督係唯一可以得到永生嘅方法。佢講完之後呢，你會發現呢，聖經入邊開始出現一個問題。事實就係聖經話我哋全部人都係罪人。羅馬書第3章第12節。聖經話，因為世人都犯咗罪，虧缺咗神嘅榮耀。咁咩叫做罪呢？聖經話，因為世人都犯咗罪，咩叫罪呢？其實呢，你上網一查呢，就會揾到罪可以解作虛榮或者驕傲、貪婪、貪心、色欲、妒忌、暴食，通常指酗酒、憤怒、懶惰。呢個只係有人俾出嚟嘅定義啫。罪其實就係簡單嚟講，射唔中個靶心，就好似你拉弓射箭，瞄準個靶心咁，你就係射唔中。跟住有啲叫作為之罪，即係你做嘅嘢，你本身唔應該做嘅嘢，然之後又有啲叫不作為之罪，即係你應該做，但係佢做嘅嘢。咁再睇咧，就有聖經所講嘅過犯，即係有條界線嘅，你知有條界線，但係你都係明知故犯，越過嚟出於罪。你就係越界。跟住聖經又講到有種叫作業，業就係你本能咁做出嚟嘅嘢，即係好似有啲歪曲嘅意思咧。以前啲人會話歪個狗尾，事實上有啲罪你會犯，只係因為你本身有罪性。你會咁做就係因為你本身就歪，可能你細個嗰陣成日接觸酒精，你就係啦，你本身就歪。所以你就會去飲酒或者去吸毒，又或者你細個成日聽啲唔啱嘅音樂，一播出嚟就冇真係會令你個心走錯方向。突然之間，砰一聲，你一聽到啱嗰首歌，就好似翻去你細個嗰陣做翻啲唔啱嘅嘢嘅。所以事實就係罪孽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遇到。而家問題就係罪係應該要受懲罰嘅。罪係應該要受懲罰，當我哋犯罪就係冇咁罪嘅工價。聖經嘅羅馬書6章23節話，因為罪嘅工價乃係死，唯有神嘅恩慈喺我哋主耶穌基督裏邊乃係永生。總有人要為呢啲罪付出代價，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咁基督，你就要自己為你嘅罪付出代價，而且要付出一世咁長。你睇下。咁你得救之前，你咁罪令到神咁憤怒臨到你同你嘅生命上邊。有句好出名嘅經文，
約翰福音3章36節，信子嘅人有永生，不信子嘅人得不着永生。神嘅憤怒常喺佢身上。聽住，喺你未成為基督徒之前，你唔使估自己會唔會上天堂，唔係話有個天秤，你要佢好啦。如果我做好事多過壞事就得啦。聽住，因為你係罪人，神嘅憤怒而家就喺你身上。佢哋基督，你就要自己承受你嘅罪，永遠都要還清。而神嘅憤怒絕對唔係你想永遠經歷咗嘅。留意下啟示錄14章第10同11節講咩？佢都要飲神憤怒之酒，呢杯酒係冇雜咗，倒入咗憤怒嘅杯入邊。佢要喺聖天使同羔羊面前受火同硫磺嘅痛苦。佢哋受苦嘅煙會永遠遠升上去，咁夜都冇得休息。你絕對唔想同神嘅憤怒有任何瓜葛，無論係咩形式，尤其係永恆入邊。而家好消息或者我哋叫福音解決方法就係基督為你嘅罪死嘅，已經付咗代價，所以你唔使落地獄。聖經嘅羅馬書5章8節話，唯有基督嘅，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神就冇向我哋顯明嘅母愛。所以即便同你無關，喺你出世之前，耶穌基督就預見咗你將來會遇到嘅嘛。佢嚟到世上，出生喺馬槽裏邊，過住完美無罪嘅生活。佢死在咗古老嘅十字架上邊，為你嘅罪孽作咗替罪藥。福音非常簡單，請睇哥林多前書第15章。因為我所領受嘅，第一要緊要咁傳俾你哋。睇呢個基督為我哋嘅罪而死。耶穌基督唔係淨係攞到呢個世界俾一班唔滿意嘅羅馬人打到半死咁簡單，佢係有目的嚟嘅。佢唔係因為講啲嘢唔應該講嘅嘢而死，唔係一個悲劇故事咁解。唔係，呢個唔只係一個悲劇故事，呢個係冇有心有意嘅計劃，要成為神嘅羔羊，為你嘅罪作出犧牲，一次過嘅犧牲。只要你接受呢個犧牲，你就可以喺天國有個家。佢係照住聖經所講，為我哋嘅罪而死。佢被埋葬，第3日又照聖經所講復活。而家唯一可以去到天堂嘅方法，就係靠住耶穌基督所賜嘅公義。你睇下，其實你同我都冇嘅公義可言。其實得神同耶穌先至有呢種公義，所以係神嘅公義，唔係真係屬於你嘅。聖經馬太福音6章33節話，你哋要先求神嘅國同佢哋公義，呢啲嘢都會加俾你哋。你睇下，你嘅公義唔夠好，我哋都一樣唔夠。以賽亞書64章6節，但係我哋都係污穢嘅物件，我哋所有嘢公義都好似污糟咁報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本相。但係聖經話你可以有基督嘅公義加喺你生命上面。你會問，咁我點樣可以得到呢？首先呢，你要明白你自己救唔到自己呢。有一日你人生入邊，神會開始吸引你，開始拉你，開始令你為自己嘅罪感到責備，開始令你意識到永恆。聖經約翰福音6章44節話，若唔係差我哋嘅父吸引嘅，冇人可以攞到我度。呢樣嘢好重要。所以當神開始同你講嘢，當你開始有罪疚感，開始咗關於永恆嘅事，可能只係一日，可能1個月，甚至10年，我唔知。但係總有一段時間，你會感受到神在你心門度敲門，你會感受到神在憤怒，好似一個重擔壓住你。你明白到咁，我死咗可能會落地獄，你會為此感到緊張驚。呢啲都係神喺你身上做工，吸引你翻去啲身邊。聖經約翰福音12章32節話，我若從地上被舉起嚟，就要吸引萬人嚟歸我。咁重點就係咁，世上每一個曾經活過嘅人都會經歷呢種神吸引嘅拉你去啲身邊嘅感覺。聽住，聖經話神會吸引所有人。聖經仲進一步嘅提摩太前書2章3至4節講，呢個喺神我哋救主面前係好嘅，係可蒙悅納嘅。
佢願意萬人得救，並且認識真理。咁所以呢個好重要。咁而家下一節我哋成日都會引用咧，就係啟示錄3章20節，睇邊啦？我企喺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嘅人係你咩？你有冇聽到神啊？感受到神同你講嘅？我就要入到佢嗰度去，我同佢哋與我一齊坐席。你睇下呢句，呢個就係團契。所以你需要做嘅咧，就係接受耶穌基督變義，並且將呢個義歸算喺你身上。羅馬書第4章就有講到呢樣嘢。你睇下羅馬書4章6至8節，正如大衛形容嗰啲神像義歸算俾佢哋，而唔係靠行為嘅人有福。所以即係你唔需要，唔係靠你做咩，因為如果你做嘅啲咩，佢就係你自己嘅義啦，係咪先？我哋而家講緊點樣可以將神嘅義歸算咗你身上。根據羅馬書4章6節，你係唔使靠行為去做。佢話得赦免過犯遮蓋嘅罪孽嘅人有福啦，主不算為有罪嘅人有福啦。你會話牧師等一等，佢講到咩歸算啊？其實係咩嚟？其實歸算或者我哋講緊嘅呢個歸算咧，係一個簿記用。你明唔明個畫面？呢度有本舊式賬簿，呢個就係某個人嘅開支記錄。咁所以每次你犯罪，你就係加多一筆落你嘅開支賬簿度。記住，罪嘅工價就係死，但係當你接受嘅耶穌基督成為你罪嘅代價嗰陣，你因為犯罪而累積嘅所有開支都會被抹走。而家你唔再係得開支，反而你賬戶入邊有豐盛公義，或者話有足夠嘅資金可以覆蓋你將來所有嘅罪，所以你以前嘅罪都被除去，而耶穌基督嘅公義就歸算咗你身上。所以所謂歸算 imputation 嘅教義就係將你嘅罪攞走，然後將耶穌基督嘅公義加咗你賬戶度。所以福音或者話明白福音就係耶穌基督好似寫咗張支票俾你，唔單止覆蓋你過去所有嘅罪，仲包埋你將來所有嘅罪。你將來會做咗任何嘢，因為記住咧，當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死嗰陣，你其實仲未出世。對你嚟講，你而家諗住自己，我有過去，有現在，仲有未來。對上帝嚟講，你一切都係未來。所以當佢喺十字架上為你睇罪而死，唔係淨係為你過去嘅罪，然後你就要靠自己，佢係為你所有嘅罪都付嘅代價。接受耶穌基督就好似兌現支票咁簡單。所以你要去到一個地步，明白自己係個罪人，明白罪係應該受懲罰，然之後你接受基督做你嘅救主。跟住發生嘅事就係你個名會寫落羔羊生命冊入邊，即係話聖靈會降臨，佢會除去你嘅罪，賜俾你耶穌基督嘅義，佢會封印你，直到得贖嘅日子。而家你個名已經寫咗喺羔羊生命冊入邊，呢樣嘢好似兌現支票咁。聖經話區羅唔係。約翰福音1章11至12節咧，佢睇到自己人當中，自己人都唔接納㗎，但凡接納佢嘅人，你係咪其中一個？佢就賜俾佢嘅權柄，成為神嘅兒女，就係俾佢信嘅名嘅人。你有冇信咗個名？你要接受基督做你救主，呢樣係好重要嘅。你會問，咁我應該點做啊？其實呢樣真係好重要，你一定要做。你要有一個時刻真係明白自己係個罪人，明白罪係應該受懲罰，亦都明白基督係為咗你嘅罪釘喺十字架上做咗你嘅代罪羔羊，然後你就打開你嘅心接受嘅。你會講，主啊，我真係好對唔住。你要悔改，唔再靠自己以為可以上天堂嘅嘢，只係單單接受咁做你嘅救主。咁當然有啲人會有各種各樣嘅反對意見，佢哋會話我已經受咁洗啦。其實呢樣嘢完全冇關係，你做過嘅宗教儀式或者你父母幫你做過嘅，都同你自己打開心接受基督無關嘅。你又會話我屋企本身都好虔誠噶啦，但係聽住啦，淨係有宗教信仰都唔夠你上天堂。你又會話我本身已經信神啦，
聖經話連鬼魔都信有神，魔鬼都信有神。淨係信有神都唔夠。有啲人會話我成日都同神祈禱嘅，但係你有冇一刻真係明白自己係罪人，明白基督係為咗你嘅罪而死，清楚知道救恩嘅計劃，然後你親口講主啊，我接受你做我哋救主。個問題係神而家係咪同你講緊嘢？記住嗰句經文啟示錄3章20節，睇下我企喺門口叩門，如果有人聽到我哋聲音開門，我就會入去喺嗰度。你有冇感覺到神而家同你講緊嘅？我哋而家講緊你靈魂永恆嘅歸屬，我哋唔係叫你加入教會，我哋都唔係叫你投票俾邊個政黨，我哋唔係講緊你嘅宗教，我哋都唔係講緊你捐錢，我哋講緊聖經點講永生。聖經話你可以知道自己死咗之後會去邊。聖經嘅約翰一書5章13節話，我將呢啲嘢寫俾你哋信神之子名嘅人，叫你哋知道自己有永生，並且可以信神之子嘅名。聽住，如果你而家死咗，你有冇100分肯定自己會上天堂？你需要放棄你之前靠住佢哋去上天堂，轉而信靠耶穌基督嘅各國，佢十字架上完成嘅救贖。聖經話，無論對猶太人定希臘人，都係見證向神悔改，並對我主耶穌基督有信心。佢接受咗，其實可以好簡單，就好似咁樣。而家睇下熒幕呢度，親愛僱主耶穌，我知道我係個罪人，我知道罪係應該受懲罰，我知道你喺十字架上為咗我受嘅懲罰。依家我接受你做我哋救主，求你赦免我嘅罪，賜我你嘅公義，求你拯救我嘅靈魂，唔好落地獄，可唔可以賜我一個冇天堂嘅家？多謝你，主，拯救佢，請幫我為你而活。你睇下，其實幾咁簡單，你唔需要完全照住咁樣祈禱，你熒幕上面啲咩神奇嘅公式，只係你用心向主呼求，接受佢做你個人嘅救主。你有冇試過咁做？點解你唔而家就做？點解你要再等多分鐘？如果你真係祈禱接受嘅，基督有冇好奇妙嘅事已經發生喺咗你身上？有一節好出名嘅經文，你一定要睇下。約翰福音5章24節，我實實在在咁話俾你知，凡聽我話又信嗰爭我來者嘅，睇睇呢個擁有永生。我中意呢個，佢必不被定罪，係已經出死入生。咁你有冇聽到上帝關於救贖嘅教誨？聖經上話，凡聽我話嘅，咁你信唔信耶穌基督睇到呢個世界，為咗你釘十字架，專登係為咗你唔使落地獄，等你可以接受咁做你嘅救主。如果你聽到啦，我希望你有聽到。如果你信咗啦，我希望你啱啱已經信咗。咁聖經就話，你睇下呢度藍色嗰句，你已經有永生，擁有永生。你睇下呢個係現在式地嘅，即係話唔係話你要堅持到最後先至會有永生，唔係話只要你唔講粗口或者唔飲酒，你先至會有永生。你會有永生唔係咁嘅。而家呢一刻你已經有永生，永生有幾耐啊？即係話，如果我俾你永遠都用唔完嘅錢，但你用晒佢嗰啲錢，真係永遠都用唔完咩？如果我俾你永遠食唔完嘅曲奇餅，但你食晒佢，佢哋真係永遠食唔完咩？如果上帝俾你永生，但你只係因為有一排睇翻教會就失去咗，咁呢個真係永生咩？跟住其實簡單到細路都做。你有冇聽到嗰句說話？你又冇信。如果你聽到有信嘅，你就即刻攞嗰刻得到永生，而且係永遠嘅。為咗等你絕對唔會搞錯，約翰福音5章24節話，並且唔會被定罪。冇，你睇下呢度，而係已經由死轉去生命，係咪好神奇？真係一個好美好嘅應許。聖經羅馬書第10章第13節話，因為凡求告主名嘅人都必得救。而家得救唔係終點線，明明呢個係你新生活嘅起點。
神已經喺你身上開始一個好嘅工作。聖經腓立比書1章6節話：我深信呢件事就係咁。你睇下呢度，喺你身上開始嘅好工作，會一直做到耶穌基督嘅日子。神嚟你身上做緊一個好工作，佢會一直做落去，直到你翻啲或者你翻天家同佢一齊。你接受咗基督之後呢，其實有好多新嘅你要學，但係你永恆嘅歸宿而家已經定咗。聖經羅馬書8章29節話：因為佢預先知道嘅人就預先定下，所以一旦冇認識你，而你又認佢做你嘅救主，佢預先知道你，亦都預先定嘅你要效法咗個仔咁樣式，即係話你會有一個新身體。咁樣佢就可以成為好多弟兄中嘅長子。你已經被封印，直到得贖咗嘅日子。聖經以弗所書4章30節話：唔好叫神嘅聖靈憂愁，你哋係靠住佢被封印，直到得贖嘅日子。呢樣嘢係咪好正呢？而家我哋有一個叫做門徒訓練1嘅系列。咁門徒訓練1入邊，你會學點樣做耶穌基督嘅門。呢個係一個起步點。當你得救之後，你應該做啲咩嘅？咁你就可以睇到神嘅你生命入邊嘅計劃。你會喺第一課學到門徒訓練嘅重要性，之後你會學到關於浸禮同埋信服，你會學到聖經神話語嘅力量，你會學點樣祈禱，你會學點樣同其他人分享你得救嘅經歷，你會學點樣做一個好嘅管家，仲會學點樣祝福其他人，你會學點樣俾聖靈帶領你嘅生命，你會學識本地教會嘅價值，仲會學到關於基督審判台。聽住先，我哋唔係想嚇親你或者令你覺得壓力大，我哋只係想幫你啫。我心底最想嘅就係你可以接受基督做你嘅主同救主。聽住先，你人生入邊有咩成就其實都唔重要。假如話你喺不幸去世之後墜入到咗地獄之中，咁一切都會攞晒。咁所以你接受基督真係好重要。你接受咗基督之後，記住要將呢啲信息同盡可能多啲人分享，同你嘅仔女、孫仔、孫女、朋友、家人都要講。聽住先，如果佢哋你所愛嘅人，天堂都唔會一樣。我哋真係好愛你，好感恩你聽到福音，亦都希望你會接受基督做你嘅救主。Hey, you're still here. Thank you for that. Thanks for sticking to the very end. Lord bless you.